2026年5月28日，重建光明白人公益行動持續推進，兩位香港白內障長者在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順利完成免費復明手術，一場跨區域公益醫療行動正式開展。白內障咧就困咗擾我咧就3年噶啦，睇唔清啦，睇啲文字上又唔清啦，睇手機又唔得啦，穿針線都唔係好方便。我配眼鏡配唔到，要咩老化又咩近視。香港政府醫院咧要來回都要3年噶啦，時間好長嘅喺政府醫院。點解排5、6年咧？本次公益手術由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院長鍾敬祥教授親自主刀，以成熟技術與規範診療保障手術安全與效果。截至目前，該行動已成功幫助多名香港長者擺脫白內障困擾，重獲清晰視力。做手術嗰時咧就感覺到一啲都唔痛嘅，咁咧就起身之後拆咗紗布之後咧，我覺得隻眼都清楚咗好多咯，效果都非常之好噶啦，我滿意。覺得呢個醫院嘅設備好完善啦，個空間都好大啦，咁所有嘢都同埋個手術過程都幾舒服啦，即係完全冇覺得唔舒服嘅情況嘅。重建光明白人公益計劃由大灣區醫療專業發展協會主辦，與疾同行基金會有限公司、上海普瑞公益基金會聯合主辦，普瑞眼科醫院集團提供全程支持。項目面向香港100名經濟困難、急需手術的白內障患者，提供全額手術資助。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將繼續推進公益醫療服務，持續為大灣區民眾眼健康提供可靠保障，讓光明救助更可持續。